以色列跟哈马斯达成休战协议，哈马斯用50个人质换休战4天，那掠外加绑10个，以军就延长1天。刚果局和国务兵少年人烧煎抢铁饭碗，不过20暗时却是发生打死人的意外，31个人死亡。日本福岛有一个100岁阿嬷，已经伫咧化妆品公司做美容顾问超过60年，列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以色列跟哈马斯战过半月，总算是达成休战协议。哈马斯是用50个人质换双方休战4天，而且佮加一寡互关伫咧以色列监狱的巴勒斯坦人放出来，而且奉称这以色列是开条件，只要哈马斯掠外加放10个人，因就延长休战1天。不过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嘛讲，这项协议无代表永久停战。休战协议当中嘛包含运准物资送入加沙，预计是有几100架货车入去救难民。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日召开紧急的内阁会议，参详甲哈马斯的休战协议计程是6点钟遮尔久，一直进行到2日透早。激烈的辩论了后，达成的决议是批准。这份由卡达、埃及也个美国3方面将中来调解休战的协议，各方签署完成的24小时了后，哈马斯掠到的240名人质，有50名妇女加儿童用的中核自由，来交换关伫以色列加加的150名巴勒斯坦的妇女，也个囡仔，双方休兵4天。另外，哈马斯每另外释放10个人，用个换取另外1天的停火。休战协议内容也包含运准几百台载运医药、也个燃油以及人道救援物资的卡车，经由埃及的拉法关卡进入加沙走廊。Well, it's a life-saving pause. I mean, we have over 2 million people who are in threat of starvation and the outbreak of communicable diseases because of lack of food, clean water, medicine, and fuel to run electricity for hospitals and other life-saving needs. So without this pause happening right now, we would have people dying as a result. 不过，纳坦雅胡调集内阁表决进前也放话讲，休战无代表停火，以色列要消灭哈马斯，让所有人质平安回来，并且确保加沙永远无度搁对以色列来造成威胁。יש בחוץ דיבורי הבל, כאילו אחרי ההפוגה להשבת חטופינו, אנחנו נפסיק את המלחמה. אז אני מבקש להבהיר, אנחנו במלחמה, ונמשיך במלחמה. נמשיך במלחמה עד שנשיג את כל היעדים שלנו. 以色列甲哈马斯同意休兵的消息一出来，美国白宫马上发布总统拜登对此的回应。伊伫声明中讲，经过几啊礼拜加紧甲不为人道的接盘，部分的人质将会使甲厝内底人来团圆。对此，伊感觉非常的欢喜，并且感谢卡达甲埃及领导人伫过程中所展现的关键领导力甲和平的关系。拜登也俄罗纳坦雅胡支持休战的承诺，强调各方落实协议是非常重要。美国资深官员早前来讲，至少有3位美国公民得到释放，其中一个是特别伫利时，未满5岁的查某囡仔阿比盖尔，伊的爸母不幸伫10月7日哈马斯发动攻击迄天来死亡。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北韩今日宣布因成功发射军事卫星，强调是要加强对南韩的侦察能力。不过，这卫星火箭嘛飞过日本的空中，所以就引起美日抗议。为着反制北韩这款行为，南韩就宣布要暂停南北韩的919军事协议。2日暗时，日本针对沖縄岛发布全国瞬时警报系统，要求国民每日必地下设避难。期间2日，北韩宣布成功将一粒侦察卫星送去了轨道，迄时阵路线都是飞过日本国土的天顶。日本强调，这粒卫星火箭是用北韩的弹道飞弹技术发射。人工衛星と称したとしても、弾道ミサイル技術を使用した発射、これは明らかに関連する国連決議違反であります。北朝鮮に対しては、すでに厳重に抗議をし、最も強いこの口調で非難をいたしました。
北韩官方媒体报道，卫星火箭发射时阵，领导人金正恩伫个现场巡视，伫时间内也过发射搁较济。这是北韩今年第3摆发射卫星火箭，前2摆失败，这摆是毋是亲像我香港的是成功的？日本表示会个分析。美国、南韩严厉谴责，尤其是联合国早就表态严禁北韩发射卫星，因为是用弹道飞弹技术做掩护。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send a strong signal to the DPRK that its actions will only intensify its isolation as it undermines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北韩这摆行动时机点真敏感，因为南韩总统尹锡悦伫英国访问。另外，北韩进前要向国际通知支持发射侦察卫星，暗过南韩军方发现伊提早行动，而且无事先告知。南韩已经宣布暂停2018年签署的南北韩919军事协议部分内容来抗议。协议内容伫军事分界线设禁飞区，双方明伫陆海空等所有空间进行任何敌对的行动，各设顽强区域。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非洲的刚果共和国当地募兵，因为这当地少年人的失业率真悬，所以讲大家就烧钱抢天饭碗，所以讲10天拢有超过700个人去报名。不过这20暗时，说是因为这现场伤侪人烧A烧井，发生打死人的意外，31个人死亡，超过140个人受伤。画面内底真侪受伤的少年查甫人倒伫涂骹，现场是乱糟糟。非洲刚果共和国的首都布拉萨切奥纳洛体育场，为10时开始举行募兵的活动，按算招1500个18岁至25岁少年人入伍，逐工拢写超过700个人去报名。不过伫20暗时要结束进前，雄雄约100几千个少年人想要登记入伍，煞逼出人打人的事件，造成31个人死亡，超过140个人受伤。Au niveau de la morgue municipale de Brazzaville, nous avons reçu 32 cas vérifiés et identifiés par les parents. Et nous sommes là, achevés depuis 2 heures du matin jusqu'à ce matin, en train d'accompagner les parents, compatir avec eux. 迄当阵体育馆外口有几千人，有一群人想要甲大门开开，迄若有个人是想要爬围墙入去体育馆内底。有一个无愿意徛命的24岁去参与登吊的人讲，因为后壁一直杀来杀去，致使伊的骹拢突轮去。另外一个意外了后有平安活落来的人讲，代志发生的时阵，真侪人打来打去，杀来杀去，尾后伊怎规个唔知人。但精神的时阵已经伫救护车顶悬。La cinquantaine que nous avions gardée, nous avons refait un point rapidement. La majorité était choquée. Ils sont, après les avoir examinés, revus ce matin, ils sont repartis chez eux. 虽然刚果共和国石油甲天然气是真丰富，不过大部分拢掌握伫咧少数的人手头。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首都的青年失业率有到42%，致使真侪少年的查甫人拢烧钱要抢做兵的铁饭碗。因若即届意外，首都募兵的活动宣布暂停，总理嘛下令成立危机处理小组，检察官嘛已经针对意外展开调查。公视新闻新闻部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最近有民众食软糖啊变白艰苦，查落发现这内底竟然是有类似大麻成分。即阵政府是对12月初2开始管控这款化学物 HCCH， 禁止买卖。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南韩抗议北韩射军事卫星，暂停919军事协议，恢复军事分界线的监视甲侦察。英国《Times》报道，根据英国保健署的调查，英国的青少年有食失调症状的人是愈来愈多，尤其是少女，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唔食也是食上多。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最近几落的酒是爆发原因不明的高压传染病，这款着病的狗仔是会扫会发烧，上紧24点钟就会转做重症死亡。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美国联合汽车工会宣布，底特律3大汽车制造商同意甲时薪调悬25%，这6礼拜的罢工总算是煞过。南美洲阿根廷大选，去封号做阿根廷版的 Trump 的在野候选人米雷伊，伊是引导执政党当选。米雷伊伊的立场是反共亲美，伫咧竞选期间，伊是袂甲共产政党合作，而且伊阁形容讲，若是甲中国发展关系，袂输是甲刺客交易。而且为着改善通货膨胀的状况，伊阁按算甲货币改做美金，等于就是甲中国徛对头。而且，毋但总统连因未来的外交部长人选蒙迪诺就讲，伊是要加入中国带头的金砖国家，而且阁要甲中国停止交流。
不过，中国是阿根廷的第2大贸易伙伴，这农产品外销上大的市场嘛是销去中国。所以讲，中国外交部就警告阿根廷，若是甲中国切割离离，是一个真大错误。手举电机啊，代表要大展政府开支。伊是阿根廷总统大选当选人米雷伊，极右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出身的伊，有阿根廷版川普称号。伫选前捌画出废除央行、加用美金才激进的政策。近期接受专访时，更加讲甲中国政府发展关系，敢若像甲刺客做交易。Somos defensores del libre comercio, somos defensores de la democracia y sobre todas las cosas somos defensores de la libertad. Nos vamos a alinear con comunistas. 这围绕外界关心米雷伊的上台是毋是影响中国甲阿根廷的关系？中国外交部就发表当选贺词的同时，向这位孙总统来发话，讲中国是阿根廷重要第2大贸易伙伴，也是农产品第1大出口市场。如果阿根廷同中国或巴西这样的大国断绝联系，将是阿根廷外交的严重错误。米雷伊的外交顾问也是未来可能担任外交部长的蒙迪诺是讲，阿根廷真可能停止甲中国甲巴西这无透明的国家互动交易，同时阿根廷也要加入金砖国家。米雷伊特别12月7日来上任，未来阿根廷甲中国关系是毋是发生变化，外界拢在关心。公视新闻江文编译。全世界上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备案，是互恐怖组织利用因的平台转移资金，就去互美国政府指控因洗钱。备案即阵是认罪去互罚43亿美金，和代票1300多亿。执行长赵忠平嘛落台负责。Binance has agreed to plead guilty to willfully violating the Bank Secrecy Act, knowingly failing to register as a money transmitting business, and willfully violating 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 美国政府针对备案进行几啊年的调查，总算有结果。司法部长拜二宣布，这间全球上大间加密货币交易所已经承认犯洗钱甲制裁法。备案的执行长赵忠平原底面临年半的刑期，后来双方达成和解，备案同意付43亿的美金，差不多代票1350亿的罚款，而且赵忠平嘛会家己落台。备案即届去互当处分，主要是因为有在恐怖组织甲违法分子透过平台洗钱、转移资金，甲非法趁黑心钱有关系。Binance was allowing illicit actors to transact freely, supporting activities from child sexual abuse to illegal narcotics to terrorism across more than 100,000 transactions. That includes transactions associated with terrorist groups like Hamas's Al-Qassam brigades,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 Al-Qaeda and ISIS. 赵忠平伫中国出世，12岁时阵搬去加拿大。2017年，伊伫中国成立备案，后来家业务的重心转移去外国。这个产业把发展了真好，嘛，互伊愈来愈好业。想袂到最近加密货币科学小连续逼出买台。这个月初，FTX 执行长弗瑞德因为涉嫌甲用户100亿美金的资金拢冻去，叫纽约陪审团裁决，诈欺甲洗钱的罪名成立，相当会当判110年。FTX 嘛因为安尼倒去，即嘛备案虽然透过和解甲公司保掉咧，不过对加密货币产业是阁造成真大打击。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奥地利人是较惯习用现金，是欧盟的国家当中用现金比例上悬的国家。不过，即阵欧盟讲为着防止洗钱，按说是限制现金的交易，一笔袂当超过1万欧元，和代票34万。这款做法就引起奥地利人不满。奥地利的政府阁按算要甲纳现金的权利纳入宪法。伫即马数位支付的时代，踮维也纳的路也是人看到人去 ATM 领现金。根据统计，奥地利有70%的消费也成现金付的，是欧元区比例上悬的国家。世界民众皮包内面拢放真侪现金。3, 4. I have 500 euros. If I pay by card, it's easy to see what I bought and where I'm going. The anonymity of cash is important to me. 每一位奥地利人出门的时阵，身躯顶平均是扎100欧元的现金。真侪店也无接受绿卡，像这间真有名的冰淇淋店，头家就真坚持因无接受绿卡，而且伫菜单顶头拢有标示，讲只敢若收现金。
Pay in cash because a society that abandons cash loses its liberty. 为了要防止洗钱，欧盟打算限制现金支付，每一笔交易上限100,000欧元，真侪奥地利人真不满。I fear that the European Union is going to continue reducing the limit and by a circuitous route make cash disappear completely. Cash is the only thing that keeps us independent from the state. 奥地利执政党计划将付现金的权利写入去宪法，让民众免阁担心被限制。 It's important to give the population a sense of security because even if, for the moment at the level of the European Union, no one is thinking of getting rid of cash, we don't know what will happen in 5 or 10 years. 不过专家讲，执政党的这项提议只敢有象征意义，因为是不是让继续使用现金支付，就要看欧盟的法规安怎规定。公司新闻牛眼编辑。 日本福岛县有一位100岁阿嬷，已经伫咧化妆品公司做美容顾问超过60年啊，列入金氏世界纪录。伊是讲会当互人客变水，就是上快乐的代志。对镜慢慢仔地画白白，佮补一个混含胭脂，住伫福岛市今年满100岁的荷里诺托莫克，佮呾嘛是逐工拢有化妆，因为目前佮是日本一间化妆品公司的业务。即工伊出门去拜访老客户，看起来行路嘛是佮行甲真在。 伊建议75岁的客户于里克，伫咧婚园做代志的时阵，嘛是爱抹风日头的，真是亲切佮大心，定定对方拢真紧就信任伊啊。真侪人已经含伊有几十年的好交情，甲伊当作家己的大姊。辛いことなかったですかとか、やめたいと思ったことないですかっていう質問を受けるのね。でも私は一切そういうことなかったですっていうのね。いつでも楽しくね。 あ、誰々さん今日行かなきゃなんないって言うとその人の顔浮かんでそして一生懸命行くわけそしてその人と楽しいお話ししたり化粧品売ってそうして嬉しくてみんな綺麗になっていくから。 荷里诺托莫克是伫咧39岁迄年，为着趁钱来饲3个囡仔，才决定对家庭主妇变做上班族。逐工拢为了水水穿宽大鞋，一间一间去推销化妆品。唔知影的厝边佫准是讲伊是酒家女。拍拼做工课的托莫克，迄当阵的薪水佫捌是伊做公务员的翁的3倍。才骨来得做事嘛得到公司的肯定。今日推荐伊得到金氏世界纪录的认证，是年岁上大的查某美容顾問。100歳っていう堀野さんの年齢ですと堀野さん合わせて4名ほどいらっしゃるんですが今回のそのギネス世界記録の認定においては継続的にお客様へのご案内だったりとか販売の実績があることそして、定期的に新製品の勉強だったりとか研修会に参加の実績があることっていうところも条件になっておりましてなのでいわゆる現役で今も継続的に活動をしていらっしゃる方ということで堀野さんが選ばれています。荷里诺托莫克是真爱这个工课，除了食骨力得保养皮肤，伫厝伊嘛拢做运动保持健康。伊讲只要活咧，就会继续来做美容顾问，帮助其他的人变甲更较水、更较快乐。东视新闻张惠美编译。古巴传统的舞蹈漫步伦巴扫洒是对南美洲流行甲全世界。 不过，即阵少年人是较介意外来文化，亲像是韩国舞。这款传统的拉丁舞就愈来愈稀微。为着阻挡伫传统的文化落籍，有的古巴家庭就算经济无讲介好，嘛会欠长内度送囡仔去学舞。轻松快乐的舞步带动现场的气氛，展现古巴人的热情。伫古巴首都哈瓦那上大夜总会，安尼传统热带歌舞秀吸引全球观光客。啊，不过这几年，外来舞蹈风格传入古巴吸引少年世代，传统舞蹈都面临生存的危机。 Siempre ha sido y que lo ha hecho universal es que representa la música popular y los bailes populares cubanos, que es como la identidad misma cubana, es lo que todas las noches se ha defendido, siempre a capa y espada. 比如漫步、伦巴甲扫扫舞，拢是古巴上经典的拉丁舞形式。为组织传统文化消息，当地团队3年之前成立囝专项，甲古巴舞蹈为目标，招4岁以上的查某囡仔来受训练。 Esto tiene que ser el agua que nos tomamos cada día. Esa agua que nos hacía la sed tiene que ser esto. 为查某囡仔到青少女拢徛开牌，对老师的节奏练舞步。古巴传统舞蹈每礼拜伫哈瓦那郊区上课3天，专门精进弗朗明哥舞甲其他当地传统舞蹈的技巧。
录见传统文化的传承，真侪家长拢为囡仔来报名课程。Bailando, porque es que la vida hay que vivirla bailando, no hay de otra. No podemos echarnos a llorar, no podemos tirarnos en la casa, entonces hay que cogerle el ritmo a la vida y ponerle música y ponerle baile, que es lo que nos alegra. Sí creo que este proyecto es una cantera para el futuro de mi hija, porque le está desarrollando todas las habilidades que ella necesita para convertirse en una futura bailarina a nivel mundial. 讲话当中充满家长对囡仔愿望，囝全开的舞蹈课程为5月学费700古巴披索，虽然无够代票1000，不过即马古巴限制经济困境，真侪家庭生活真无简单。学买学费员讲是一笔真大的钱，不过校长依然认为将囡仔送去学补是一件价值的代志，因为身为古巴人有责任传承古巴文化。国视新闻杨冠平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